This next piece is a very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of Return to the Kiln. 大家迄出好看无？我们都是年轻的哈。再来这出好最谢平贵跟王柏川，就是拄仔咧讲的“新徛北尾招三关”。这出戏是非常的传统的歌戏。我要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特别介绍，这出戏是师生、老师跟学生一起演。 我们的教授跟学生一起联合演出这一出戏，叫做《回游 Return to Home》。他回家，因为大家拢知影，薛平贵走去18年去娶别人，18年后基本上要等来找因某，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出《回游》。 请问姑娘，莫非是要泄露大吗？会哦，用官大道，求不泄露大处理，是要向大嫂奉邀垂询。有名有姓我便知，无名无姓我就不晓咯。当然是有名姓，正是王相府3000金王宝钏。请问姑娘，你找王宝钏有何贵事？小婿表贵之托，带一封万金家书，为何意呀？哦，姑娘，哪来？那什么万金家书？请问大嫂，以王宝钏可有情？这有情可有情，也无情，真不巧。徐表贵有交代，万金家书是爱交予王宝钏本人。不瞒姑娘，妾身就是王宝钏。原来是大嫂失敬了，姑娘言重
娘，请问家师在哪里？哦，大嫂稍等，派我出来。哎呀，大嫂，万金家书失落了。什么头好这里伤心的？你该悲伤的。